什么？起烦恼却不记，这非常可怕。与烦恼纠缠一团起点的，那就完了，没有救，佛陀也难救。你起烦恼，但你知道，看谁都不对劲，是就知我不对。赶快去拜佛去忏悔，很快就会过去，心也醉意烈亡。無知劫嚟心聲中累積許多業力，不知何時起先，何時起那夜，人生就像海這從高聳到太北，風和日麗或暴風雨都沒關係，你要很清楚，經常保持過人潮。外面下雨再出狀況，受寒人莫想委求，懺悔自己，調整自己，從這段經文明白，人可以起煩惱，但不可起顛倒。無知劫來心聲中累積許多業力，不知何時起先，何時起那夜，人生就像海這從高聳到太北，風和日麗或暴雨都沒關係，你要很清楚，經常保持古人潮。人生就像海這從高聳到台北，風和日麗或暴風雨都沒關係，你要很清楚，經常保持古人潮。